我而家稍微解釋一下咩叫做預表啊。預表喺原文咧，呢個字係 types 意思就係話一個圖章大家都用過圖章啦吓，一個圖章嗰個圖章嗰啲字啊、圖畫同埋你將佢吸咗出嚟印出嚟咧，係相反嘅，係嘛？明唔明啊？係相反嘅，所以你淨係睇到個圖章咧，你就睇唔清楚究竟佢寫啲乜嘢嘅，係要印咗出嚟之後咧，你睇到佢吸咗出嚟嗰個印咧，你就睇到嗰個圖案或者嗰啲字係乜嘢。咁嗰個預表咧就係嗰個 type 啦，就係嗰個圖章反轉咗嚟到雕刻嘅。咁當你去吸出嚟嘅時候咧，嗰個就叫做 anti-type 即係將佢印翻出嚟，就係嗰個實體啦。咁舊約就係裏邊有好多呢係有預表嘅性質，就唔係話所有成本舊約都係預表，其中有一部分嘅嘢咧係屬於預表嘅。譬如人物，只係舉亞當啫吓，因為仲有好多嘅。亞倫都係一個預表嚟嘅喎，摩西又係預表嚟嘅，即係你要睇翻嗰個預表嘅意義係乜嘢。我只係舉亞當，因為時間關係唔可以舉得太多啦。嗱，你睇睇羅馬書咧第5章，羅馬書第5章，我只係抽一啲經節吓，我唔讀晒啦。第14節然而從亞當到摩西，死就作了王。連那些不與亞當犯一樣罪過的，也在他的權下。咁佢講到咧，亞當犯罪係咪？咁亞當乃是那以後要來之人的預像啦。以後要來之人係邊個啊？耶穌基督啦。所以亞當係一個預表啊，呢個預像即係話嗰個 type 嚟嘅。如果要將佢吸咗落出嚟咧，就個 anti-type 咧就係耶穌基督咁嗰個嘅 type 同埋 anti-type 嗰個預表同實體有乜嘢關係呢？15節，只是過犯不如恩賜，若因一人的過犯眾人都死了，咁呢個指亞當啦。何況神的恩典與那因耶穌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賞賜，豈不更加倍的臨到眾人麼？因一人犯罪，就係指亞當，就定咗罪啦，即係全人類嘅罪因為亞當咧就代表晒全人類啦。咁也不如恩賜，原來審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賜乃是由許多過犯而得稱到義。若因一人嘅過犯死，就因這一人作了王，何況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賜之義的，豈不更要因耶穌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麼？咁所以呢度就用咗一個亞當作為耶穌基督嘅預表啦。嗰個預表就係亞當將全人類帶入罪，但係耶穌基督呢一人呢，就將我哋所有嘅人呢帶入基督嘅義，帶入神嘅義咁嘅人物可以做預表咁喺希伯來書裏邊都有其他嘅人物，我哋一陣即係喺讀呢個內容過程裏邊呢，都有機會睇到嘅。咁第二咧就係個制度啦。好明顯就係嗰啲祭禮節期等等咧都係有嗰個嘅預表性。咁書卷內容亦都會有牽涉，所以我而家亦都唔需要詳細解啦。仲有個職分咧先知嘅職分、祭司嘅職分、君王嘅職分，都會應驗喺耶穌基督嘅身上。耶穌基督係榮耀嘅王全地嘅王。耶穌基督係喺高天上嘅大祭司。希伯來書亦都用咗好長嘅篇幅咧喺嗰度去證實耶穌基督係大祭司，佢唔係按照亞倫嗰個體系係按照咧麥基洗德嗰個體系。
耶穌係先知，偉大嘅先知，正如摩西亦都講，將來神係會興起一位先知像我嘅，你們要聽他，咁所以咧，耶穌基督佢係嗰個先知、祭司、君王，集中於喺佢一身嘅，事件咧就係出埃及喺曠野漂流呢啲事件咧，都可以作為一種嘅預表啊。正如今日基督徒我哋信咗主之後，有好多嘅生活過程都好像昔日猶太人、以色列民咧出埃及之後喺曠野嗰種嘅經歷譬如哥林多前書第10章咧，第11節，不如我哋一齊讀啊。他們遭遇這些事，作為鑑，並且寫在經上，正是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咁呢個遭遇這些事咧，就係指由第1節到第10節嗰啲事啦。就係佢哋犯罪試探神死喺曠野等等啦。咁所以咧，保羅就話，他們遭遇這些事咧，都要作為鑑戒啦，成為我哋一個嘅警戒。約翰福音3章第14節，請一齊讀14、15兩節啦。摩西曠野舉蛇嗰個嘅事件呢，就係因為以色列人犯罪咁就神就讓一啲毒蛇，或者聖經叫佢做火蛇啦，即係表示咬咗人之後好痛嘅，痛到痛不欲生嗰種嘅情況有啲蟻我哋叫做火蟻嘅係嘛，佢俾啲火蟻咬一咬咧就好犀利好痛啦。咁當時都有啲叫做火蛇啦即係咬到人好痛嘅甚至到可能會中毒而死嘅。咁咧就神就叫摩西咧就用啲樹枝紮起一條銅蛇，咁即係就擺喺度，邊個俾蛇咬親咧你就走嚟望啦。咁你唔係喺正嗰度俾蛇咬過，可能你好遠俾蛇咬咗嘅。咁你俾蛇咬到最好唔好喐，你先喐親嗰啲血一路咁仲即係 circulate 嚟，咁你咪越快死咧，嗰毒性係嘛？咁可能有啲人哎呀俾蛇咬到唔好喐唔好喐但係我抬你去見摩西嗰條銅蛇啦。咁你係好一望就好噶啦，係咪去到望一望咪好咗咯。咁耶穌就話啦，摩西喺曠野怎樣舉蛇咧，人子也會照樣被舉起來，就講佢被釘十字架你望一望佢，意思就係你用信心去接受耶穌釘十字架嘅救贖恩典，你就可以得到永生。咁所以嗰個都係一個預表啦，即係嗰啲係發生咗個事，但係帶有一個咧未來嘅意義嘅物件都係預表嘅嘢嚟嘅會幕裏邊嘅器物包括祭壇啦、香壇啦、燈台啦、陳設餅嘅台等等嗰啲嘢咧，都有預表咗耶穌基督。譬如主耶穌都講到我係天上降下來嘅糧咁就講到呢個嗎哪係嘛。咁所以都有好多咧舊約發生嘅事幹咧，都會成為我哋嚟解釋預表嘅作用。到目前為止有冇問題如果唔明咧，隨時舉手問係基洗德聖經可唔可以同我哋再講嗰個麥基洗德咧，留到後邊會詳細講好啦，希伯來書嘅內容咧第1章1節至到第4節。好，咁請大家一齊讀呢4節聖經呢個係希伯來書嘅引言，去提及到啟示。呢度啟示咧有4個嘅對比，有4方面嘅對比。第一個咧係時間上嘅對比，有咩對比時間上，古時咧對比乜嘢對比末世古時對末世。神嘅啟示喺過去古時，即係過咗去嘅歷史裏邊咧，
佢有佢嘅啟示嘅方法。末世咧，乜嘢叫做末世啊？幾時開始末世啊？啊，而家係咪末世啊？喺邊一年開始係末世啊？2012啊？耶穌基督降世，佢開始出嚟傳福音嘅時候，末世就開始啦。呢個所謂末世咧 ，the last day 或者係 last time，就係講到講到整個神嘅預言歷史嘅發生，一路到呢一個階段咧，就係實現啦 fulfill。故此咧，舊約嘅一切嘅嘢咧，去到新約，所謂新約咧，就係以耶穌基督嘅出現開始，就叫做新嘅約啦。啊，所以當耶穌基督出嚟傳道嘅時候，天國近了，你們要悔改。施洗約翰話天國近了，你們要悔改。嗰陣時已經係開始係末世啦，或者係叫做末時啦，即係時間嗰時。所以你睇到呢個約翰一書咧，呢個使徒約翰所寫嘅，佢提及到乜嘢叫做末時？約翰一書第二章，約翰一書第二章第18節，我哋一齊讀啊！18節，2章18節，小子們啊，如今是末時了。你們曾聽見說，那敵基督的要來，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督的出來了。從此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末時了。所以呢個末時咧，約翰寫呢個約翰一書嘅時候，應該係第1世紀末嘅時候。佢話已經係噶啦，已經嚟咗噶啦。敵基督亦都出現噶啦。咁我哋而家仲喺度等緊敵基督出現。嗰個係最後一，即係嗰個敵基督嗰個勢力嘅影響咧，係喺歷世歷代裏邊一路出現嘅。不過一個 final fulfillment， 一個最終嘅實現咧，還未出現。咁所以佢話有好些嘛，有好些敵基督的出來啊嘛。就係表示嗰個敵基督嘅勢力咧，喺不斷喺歷史上係發生緊嘅，反對基督教、逼迫基督徒或者傳異端呢啲現象咧，不斷有噶啦，係咪？咁甚至到喺第1世紀嘅時候都已經有噶啦。好啦，咁呢個就係神啟示喺時間上一個古時同一個末世。古時係個對象，我講晒呢4個對比先，我再解釋呢個經文。第一就時間嘅對比，就古時同末世。第二個嘅對比咧，就係對象嘅對比，即係向邊啲人講，就係列祖同埋我們列祖同我們嘅對比。第三個嘅對比咧，就係媒介啦，媒介呢個 media 用乜嘢嘅方式咧，就係先知同埋兒子嘅對比啦。古時就係用先知啦，末世咧就係藉着他兒子啦。第四咧就係嗰個方式，就係多次同埋一次嘅對比。古時係多次多方，但係現在咧就係一次過啦。好，古時藉着眾先知，舊約嘅先知書，有啲有著作嘅先知，有啲係冇著作嘅先知，即係有寫作，譬如以賽亞、耶利米嗰啲係有著作噶啦，但係舊約聖經裏面都提及到有啲嘅先知，但係佢哋冇寫書噶，譬如以利亞、以利沙嗰啲冇寫噶，咁但係佢哋都有咧將神嘅信息去傳遞噶嘛，咁啊多次多方，多次表示到喺不同嘅年代歷史過程裏邊，神不斷講嘅，所以神講說話咧係喺歷史裏邊不斷講嘅，好沉氣嘅，講嚟講去，不過人聽唔到啫嘛，而且係多方用不同嘅方法嘅，用異夢啦，用異象啦，用先知直接同你講啦，咁所以神已經用盡方法咧，係想要將佢嘅心意咧向人講嘅，咁就向咗啲列祖講啦，擾亂列祖。咁講咗咁耐啦，咁而家到末世啦，耶穌基督嚟到，就藉着他兒子嚟到擾亂我們，即係同我哋講啦。又早已經立佢為承受萬有，
亦都曾藉着他創造諸世界。嗱，呢度開始咧講咗有7樣嘢咧係關於耶穌基督嘅事實。第一咧，佢承受萬有啦；第二，佢創造諸世界啦。所謂諸世界啊，即係話我哋而家見到係呢個地球啫，我哋生活喺呢個地球啫，但我哋睇唔到嘅呢個宇宙萬物都係藉着耶穌基督做嘅噃。第三咧，佢係神榮耀所發的光輝，從來冇人見過神，但係藉着佢個愛子耶穌基督咧，我哋能夠見到佢，所以佢係神榮耀所發的光輝。耶穌基督自己都話我就是光啊，即係講到佢，你睇到耶穌基督就係睇到神啦。咁主自己都係咁樣講法啦，佢係神本體的真像啊，即係話你肉眼見唔到呢位嘅神，冇人能夠見過神，但係耶穌到成為肉身啊。咁你可以咧，佢有血有肉喺呢個世上活過一段嘅時間咁佢係神本體嗰個真像啦。咁常用佢權能嘅命令托住萬有，呢個第5樣嘅描述到耶穌基督，佢係維持緊呢個世界嘅運作嘅佢有呢個權能嚟到托住或者係維護呢個世界萬物。第6咧就係佢洗淨咗人嘅罪啦。第7咧，佢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咁你留意呢個坐喺希伯來書裏邊用咗好幾次用呢個坐呢個字嘅坐呢個字咧係好容易被忽略，但係呢個字咧係好重要。喺13節咧，佢又再講到耶穌係坐低喎。所有的天使神從來對那一個說，你坐在我的右邊，使我等你的仇敵作你的腳凳。又係講到坐。咁日後咧即係下文有講到有坐嘅地方咧，我再提翻大家咧，你要知道先至知道呢個坐係有幾咁有意思特別後邊咧係講到亞倫佢去獻祭嘅時候咧，佢仲話到咧亞倫係站着供職，即係話咧佢企喺度侍奉神，但係耶穌佢哋就坐低嘅。而家我就坐低咗嘅。企喺度同坐低咗有咩唔同咧？企喺度就 serve 嘅，即係要繼續做緊嘢嘅。坐低你就已經做好咗啦，做好你份工你已經做好咗啦，咁坐低啦。咁所以咧呢個坐呢個字形容耶穌係好重要嘅，即係佢一切救贖工作做晒啦，佢唔使再做啦。但係亞倫都唔係咧，仲要騰嚟騰去做嚟做去，日日都要咁樣做朝獻祭晚獻祭。但係耶穌一次過獻完之後佢坐低啦。咁所以呢個字好緊要啊！有時我哋讀聖經咧，就要一啲咁樣嘅好細嘅字咧，其實好有特別嘅意義。作者喺度講到佢坐低嘅好啦，第4節就話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貴，就遠超過天使。呢個名係咩名嘅？耶穌得到一個名，承受的名得到一個名。係咩名啊？上文下理解經又係上文下理。佢承受咩名啊？第5節，所有的天使神從來對那一個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佢承受咗個咩名啊？神的兒子個名啦，佢就承受咗個兒子個名。你唔好話耶穌啊，佢承受嘅名唔係耶穌嗰個名係兒子啊。咁就我一早知耶穌係神嘅兒子啦，咁點解咁巴閉啫？耶穌係神嘅兒子，咁呢度佢話佢承受咗呢個名，佢就係神嘅兒子。但你再睇翻第5節就話，所有嘅天使神從來對哪一個說，你是我的兒子咧？我今日生你咧，留個關鍵啦，因為本來中間應該有個 break 嘅，我冇 break 嘅個半鐘頭我一直講到而家，個半鐘頭噶啦，8點半到而家，係嘛？唔覺咁我早10分鐘俾大家休息，我都休息下，一陣翻嚟再解。
我哋啱頭先咧講到耶穌承受個名字啊，當然大家知道耶穌嘅名字就係耶穌啦，但係呢度所講佢承受個名咧，唔係講耶穌，而係兒子啊。咁有乜特別咧？嗱，關於兒子啊 ，Son of God 啊，神的兒子啊，呢個字啊喺聖經裏邊唔單係用喺一般嘅父子嗰個嘅意義嘅。咁我哋有啲舊約嘅聖經咧，作為一啲嘅參考啦。嗱，我哋先睇約伯記，約伯記第1章第6節，搵到嘛？有一天神的眾子呢個神嘅眾子好多個仔嘅神嘅仔就嚟侍立在耶和華面前，撒旦也來在其中。咁點解耶穌呢個上帝咁多仔咧？咁原來呢個原文呢個子神嘅眾子咧，唔單係講到父子嘅關係，而係指到咧係天使嘅係指到天使。咁亦都包括咧撒旦，亦都喺埋嗰度，即係因為撒旦都係墮落嘅天使啦。咁另係2章嘅第1節咧，又有一天神的眾子來侍立在耶和華面前，撒旦也來在其中。咁所以亦都講到係天使咧係聚集喺神嘅面前嘅。出埃及記第4章，出埃及記第4章第22節，我哋一齊讀啦，22、23。呢度咧，神就對法老講：以色列係我嘅兒子又係我嘅長子。咦，咁希伯來書又講耶穌係長子嘅咁所以咧嗰個用途咧係有特別嘅意思啦。因為神對法老講嘅時候咧，即係以色列就係我嘅兒子，唔單係兒子，係我嘅長子啦。咁因為你唔肯俾我啲兒子離開埃及，我就要殺你嘅長子。以色列係我嘅長子咁所以嗰個用咧係有一個咁樣特別嘅含義。但係咧以色列呢個民族成個民族咧神就話佢係我個仔嚟嘅你唔鬥得佢嘅你唔好喐佢即係即係神就好似個阿爸咁樣即係個仔俾人蝦，咁佢就鬧佢你唔好喐你唔好喐佢你喐佢咧我喐你即係咁樣咯，係嘛？咁即係用一個咁樣，你如果一個圖畫化咧，睇到咧就係嗰個兒子個用法啦。咁何西阿書11章第1節，何西阿書第11章第1節，以色列年幼的時候，我愛他，我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呢度講到出埃及啦如果你用翻頭先出埃及記嗰句話咧，你去match 翻呢度咧，你就知道就係神睇以色列成個民族咧係佢個仔嚟嘅，你哋唔蝦得佢嘅我要將佢救翻出嚟。耶利米31章，耶利米31章第9節，呢度講到以色列人被擄啦呢個已經係唔係埃及嗰段時間噶啦耶利米咧就應該去到亞述，要將呢個以色列擄去他們要哭泣而來，我要照他們懇求的引導他們，使他們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致絆跌。因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蓮是我的長子。以色列同埋以法蓮呢兩個字係互通嘅以色列即係以法蓮，以法蓮就係以色列咁所以都有呢個咁樣嘅背景咧。神係以色列嘅父親以色列咧係佢嘅兒子。所羅門呢又係我哋睇撒母耳記下7章第14節，撒母耳記下7章第14節嗰度呢係神同大衛立約嘅14節就話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咁即係話耶和華神呢係大衛嘅父，而大衛呢就係耶和華嘅兒子啦。咁呢度呢就係神同埋嗰個君王猶大嘅君王嗰個關係，即係話咧猶太人嘅王咧
佢等同咧係天父嘅兒子嘅。咁所以呢個地位係非常尊貴。咁啊，中國人稱呼皇帝啊，古代稱呼皇帝係乜嘢啊？係天子啊嘛。咁所以觀念都好近㗎喎。皇帝就天子，就上天個仔嚟㗎喎。咁猶太人嘅王，即係甚至到係大衛嘅後裔要做王嗰啲咧，佢哋同神嘅關係就好似父子嘅關係。喺呢個咁嘅思想裏邊咧，嚟到睇翻希伯來書呢個第一章第5節啦，就係所有的天使神從來對哪一個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咧？咁我今日生你咧，呢個字咧，呢句話咧又有好特別嘅意思嘅喎。咁唔通嗰日耶和華神就生咗耶穌出嚟？我今日生你呢個意思咧，就要從羅馬書嗰度去理解啦。羅馬書第一章第4節，或者我哋第3、第4兩節一齊讀好嗎？論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裏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呢兩節聖經嘅理解，如果你將頭先特別係大衛，即係耶和華神對大衛講，因為大衛神同大衛立約即係佢永遠都有人咧去承繼佢個皇位嘅。咁故此咧，喺新約嘅時候咧，好多人就睇到耶穌嘅時候就稱呼佢就大衛嘅子孫啊嘛。大衛嘅子孫可憐我們吧。咁即係佢哋就 realize 到咧，耶穌原來就係咧係大衛嘅子孫，佢係要承繼呢個大衛系統嘅皇位嘅。咁而大衛呢，就被稱為係神嘅兒子，因為神同佢講，我係你嘅父，你係我嘅兒子。咁所以你坐喺呢個皇位裏邊咧，就係證實咗呢件事啦。好啦，咁羅馬書呢度所講咧，就係論到神嘅兒子，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如果按肉體講，佢係大衛後裔所生，咁所以從人睇咧，咁佢係邊個啊？耶穌係邊個啊？係神嘅兒子啊，因為佢會坐呢個大衛嘅皇位噶嘛。咁佢幾時會坐呢個皇位咧？佢承受呢個皇位咧，就按聖善的靈說，從死裏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啦。呢個顯明咧，就係佢成為神嘅兒子嗰個時間咧，就喺呢一度發生啦。喺邊個時候發生咧？就佢復活嗰個時候發生啦。所以我今日生你咧，就係指耶穌復活升天，坐喺天上，在父神右邊，佢成為神嘅兒子啦。明唔明啊？仲未好明？因為耶穌要承繼大衛呢個皇位，而佢幾時去承繼或者得到呢個王嘅位份呢？佢在地上嘅時候33年，佢都係以一個人嘅身份道成了肉身，結果佢係被釘十字架。雖然佢個十字架上高寫住係猶太人的王，不過呢個係一個嘲諷嘅名號嘅。即係嘲諷我哋咧，猶太人嘅王都俾我釘咗喺度啊！咁點會係你個王啊？咁所以呢種係一種嘲諷嘅標記嚟嘅啫。所以嗰啲猶太人嘅長官就話唔係猶太人的王啊，係佢話佢自己係猶太人嘅王啊。咁啊，比拉多就寫嘅都已經寫咗啦，都釘咗上去啦，我唔改噶啦。咁但係耶穌幾時係承受呢個神的兒子呢個位份呢？就係佢復活，所以呢度話佢從死裏復活咧，係以大能，用呢個復活大能嚟到顯明證實得到呢個神嘅兒子呢個嘅名分啦。呢個名複雜少少係咪啊？呢個係一啲神學上嘅一啲好 logical 嘅一啲嘅 argument。咁但係呢度大衛保羅喺呢個羅馬書裏邊，佢其實就講緊呢樣嘢。咁希伯來書亦都係講緊呢樣同一樣嘅觀點，不過句法表達嘅方法不同啫。咁所以
所有啲天使，頭先我都講到啦，神兒子呢個名號咧，天使都有嘅噃，神的眾子啊嘛。咁但係唯有呢一個神冇同其他嘅天使先講，你係我嘅兒子，我今日生你。唯有係對耶穌基督講，得唔得？慢慢諗下添啦，太深奧啊！好啦，但英文聖經講話，I have become 呢個立法，點樣話？我英文聖經講又唔係話生意。Today I have become your father。嗯哼，係啦。咁邊個啱？嗱，嗰個翻譯係一樣嘅，即係話你攞翻頭先，撒母耳記下7章14節嗰句咧，對應翻就啱噶啦。即個 become today I become your father， 因為神同大衛立約係去 recognize 同埋 establish 確立大衛，我係你嘅父，你係我嘅兒子，咁佢 become your father 咯。咁如果喺羅馬書呢度嗰個英文個翻譯就係個意思就係咁樣咯。啊，當然中文個翻譯就係我今日生你，但係你今日就成為我仔啦，意思冇分別噶，係咪？但係嗰個你今日成為我個仔嗰個觀念咧，就唔係你今日先係我個仔，而係你承受咗係我個仔嗰個名號。呢個名號嘅背後咧，就係你得到嗰個尊貴君王嘅地位。好啦，繼續落去啦噃。第6節，再者神使長子，嗱又用到長子啦。頭先引翻舊約好幾個經文都用過呢個長子啦。以色列又係我嘅長子啦，以法蓮又係我嘅長子啦。咁呢度講到神係使長子到世上來嘅時候，咁所以呢一個咧就唔係講以色列啦，就係講即係連續翻第5節，因為呢個長子咧喺跟住用落去嘅時候咧，就有特別嘅意思噶啦。嗱，譬如你睇2章第10節啦，2章第10節，睇翻希伯來書，我哋一齊讀啊。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去，使他們的元帥因受苦難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咁原來耶穌基督係長子，因為佢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啊嘛。嗱，呢個許多的兒子唔係耶穌嘅兒子，都係神嘅兒子，就係講到信徒啦。呢個係講領許多的兒子咧，呢啲兒子係神嘅兒女，耶穌係嗰個長子，要帶其他嘅兒子咧係進入榮耀。咁我哋跟隨咗耶穌，信靠咗耶穌之後咧，咁就係耶穌將我哋帶入榮耀裏邊啦，進入神嘅國度啦。咁所以呢個長子嘅用途係咁樣。第7節論到使者咧，佢一路喺度比較緊使者同埋神嘅兒子嗰個唔同。論到使者咧，就講到嗰啲天使咧，就話神以風為使者，以火焰為僕役。風同埋火咧，被形容為係神嘅使者，係神嘅僕役，意思就係佢係俾神用嘅一啲嘅工具。風係神用嘅工具，火係神用嘅工具，或作為刑罰，或作為拯救，係咪啊？火可以係刑罰，所多瑪俄摩拉嘅罪，上帝降下呢啲火落嚟燒毀，所以呢啲火可以係刑罰。火亦都可以係一個拯救。以利亞喺迦密山擺上祭物，係咪有火降落嚟燒晒啲祭物，彰顯咗神嘅榮耀。巴力嘅先知失敗被殺，敬拜耶和華嘅先知以利亞喺嗰個屬靈嘅爭戰裏邊得勝，所以上帝會用火用風，即係概括咗啦，概括咗自然界嘅力量啊，
神都可以使用嘅。地上嘅災難，埃及嘅十災，嗰啲都係耶和華嘅使者嚟噶。神會使用自然界嘅力量咧，去或降災或作拯救。好啦，第8節論到子咧，神啊，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的國權是正直的。所以亦都係根據上文下理咧，講到耶穌承受呢個名啊，就係呢個兒子嘅名。所以佢話論到子啊，即係論到呢個兒子呢個名啊，佢嘅身份佢地位，佢話你嘅寶座係永永遠遠，你嘅國權係正直，咪即係好明顯就係講到皇位啦，係講到耶穌嘅嗰個權柄啦。咁所以一路講落去嘅時候咧，第13節就話所有的天使神從來對那一個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的仇敵作你的腳凳咧，冇啊，係唯有對耶穌講嘅。使仇敵作你的腳凳，腳凳嘅意思就係係一個你俾耶穌基督佢所踐踏啊，即係將你當為係腳凳，即係踩住你啦，即係話係一個得勝者，一個就將佢敵人打低，然後一腳就踩住佢，佢唔喐得啦。咁嗰個成為腳凳，就含有一個咁樣得勝嘅意思，象徵咧係勝利嘅意思啦。咁而天使咧仲有，如果同耶穌比較之外咧，咁同我哋嘅比較咧，佢話天使豈不都是服役的靈，奉差遣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麼？原來天使係服侍我哋嘅添，佢唔單止係比低於耶穌，耶穌嘅榮耀高過佢，而且咧對信徒嚟到講咧，天使係服役的靈，係服侍我哋嘅，佢哋成為咧神嘅工具，去拯救、去幫助、去輔助咧，係神嘅兒女嘅。咁呢個特別喺舊約聖經裏邊咧，天使嘅工作係好活躍嘅，好多嘅經文你可以特別睇到但以理書啦，你就睇到咧天使嗰種嘅工作嚟到輔助但以理。咁點解講咁多關於天使嘅嘢咧？咁如果你再諗翻讀者個背景咧，咁你就明白點解佢要講咁多天使。喺哥羅西書咪提到咧，佢哋有啲人係敬拜天使噶嘛，但以理當耶和華嘅使者同佢講一番信息之後咧，但以理又俯伏喺度拜天使，即係當然佢好感動啊，好激動，或者係好感激天使將呢啲信息話俾佢聽，所以佢就俯伏拜佢。啟示錄又睇到啦，約翰收到呢啲嘅異象，聽到呢啲，佢又喺度拜個天使，天使就話你唔好拜我。咁喺猶太人嗰個觀念裏邊咧，佢哋都將天使擺喺一個崇高嘅地位，佢哋會敬拜天使。哥羅西書都有講到咁故此咧，呢個其中用咁長嘅篇幅將耶穌同天使嘅比較，原來就有咁嘅背景就話俾佢哋聽，你哋唔應該拜天使啦。